真正的忍耐是积极性，咱爱有行动，要求对方改变。描写过程中间爱不住祈祷，唔单单为着你祈祷，也爱为着对方祈祷。所以面对罪人，咱爱有忍耐宽容的心，期待伊会当悔改，但是咱爱严格去拒绝罪行的发生。所以恒久忍耐，替对的祈祷，这是咱爱学习的一个功课。所以期待讲，咱伫实行这个恒久忍耐的功课顶面，爱求圣神来帮助咱，互咱得到这款的快乐，咱才会当甲咱的本性对抗，真正将恒久忍耐这个功课学习到真好。